just kiss me baby right now。今日節目嘅嘉賓咧，最近聽佢嘅宣傳聲音咧，都聽到好行噶啦。咁啊，就係咧嚟緊9月咧，會嚟到即係加拿大咧，同大家一齊過中秋嘅，係明月星辰賀中秋嘅主角張宇晨。Hello， 宇晨你好。Hi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喂，宇晨真係要即係問候下你先，要關心你嘅身體。而家 OK 啦嘛？而家係咪好翻晒啦？係嘛？完全好翻晒啦，多謝關心。係，我覺得個康復係好快嘅。係啊，康復好快嘅，所以都即係幾日後就已經唔痛，跟住就係醫生就係叮囑要飲多啲水啦。我係從來未試過咁痛咯。係啊，真係未試過咁痛，係好擔心嘅。嗰時候其實係真係嚇親嘅。係啊，一開始我以為係扭親條腰啊定係乜嘢，我就係咁不停攞鐵打走啦，就係咁捽啦。但點知越捽越衰，應該。梗係越捽越衰，越捽越衰，我就哇真係痛到我頂唔順啦，跟住就揾人求救啊！係，就入咗醫院。最後就入咗醫院。咁醫生有冇咩要叮囑你要做啊？有啲咩唔好做啊？即係喺西醫部分其實係冇戒口嘅，所以就嘢照食啦，但係就醫生就話即係要飲多啲水咯。即係喺出邊做嘢嘅時候，其實我就會好少飲水，我反而係飲茶多咯。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飲茶嘅人啦，但係而家就呢個習慣就唔可以要啦。係，即係清水會比較好啲嘅。唔緊要，嗱，你嚟到多倫多，我哋請你飲茶啊。係啊，好啊。OK， 喂，嗱，講翻啦，嗱，其實你最緊要好翻晒，我哋就開心啦。咁啊，同埋歌迷都冇咁擔心啦。其實上一次同阿宇晨傾偈咧，已經係差唔多，即係成年前啦。咁跟住咧，你又有已經有唔同嘅作品已經出咗啦。咁啊，又有自己嘅演唱會啦。又幫其他歌手做音樂啊，又做監製啊。咁啊，又開埋音樂學校。哇！呢年你真係非常之豐富。咁其實咁多樣嘢裏邊啊，你自己覺得啊最滿意，我真係最想做呢樣嘢嘅，就終於做到啦咁樣啊。我覺得我最想做嘅都係即係歌手開演唱會呢個部分咯。係，因為我覺得開演唱會係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嘅。可以將好多自己想唱嘅歌啦，想講嘅嘢，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可以 present 到我腦入邊嘅成個 concept 俾大家睇。咁大家會更加認識我係一個點嘅人咯。咁其實啱啱即係喺10個月裏邊就做咗3場嘅演唱會。即係亦都係你自己個人嘅記錄嚟嘅，有冇咩同大家可以分享下？有啲好難忘或者好大嘅挑戰喺裏邊咧？我覺得首先即係要一定要先多謝所有歌迷，因為有大家嘅支持，先至有機會可以開到3場 show 啦。最難忘應該係練舞嘅部分咯，跳舞嘅部分，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跳舞，但係咪真係咁叻咧？唔係嘅，唔係大家都睇到你好盡力嘅，OK 嘅，跳得唔錯噶。係啊，即係唔係咁叻跳嘅，即係需要有老師去指導。咁但係每一次做完一場 show， 我一定會睇晒成場 show 嘅 video， 因為我要知道自己邊度做得唔夠好。跳舞嘅部分，我希望即係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係佢唔係好叻跳，但係佢係識跳舞。就係唔好睇到就係即係出嚟嘅時候動作好奇怪啊定係點。所以反而我覺得喺準備即係準備緊第2場即係跨年演唱會嗰一次，其實我覺得嗰一 round 係我即係壓力最大嘅，即係嗰個場都大啦。咁加上成場 show 咧又要成3個鐘咯喎，同埋我哋係幾乎係60%嘅快歌，但係我哋嘅準備時間其實係唔充足嘅，即係對我嚟講壓力好大咯。當中有冇啲嘢好感動到你自己㗎？有冇啲洋蔥位啊？我覺得成場 show 其實我係壓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，但係都係失敗。出嚟嘅時候其實嗰一刻係好感動，尤其是佢個 screen 咧個屏幕一打開，咁我升上嚟睇到咁多人喺台下，其實嗰一刻係好感動，好感動。最忍唔住嘅地方其實係我寫俾自己嗰封信咯。係因為我覺得我過去我對自己我覺得我對自己唔好，對自己唔係咁好，即係我會好刻薄我自己咯，即係會鞭策自己，同埋唔會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。我會即係逼自己逼到一個 point，你必須要達成
你唔可以唔達成，唔允許自己 fail。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時候就係即係安慰翻自己，即係要叮囑翻自己要錫自己。嗱，呢個就係你自己嘅 show 啊，但係你有同人合作噶嘛？譬如蟲蟲演唱會啦，咁陳松伶啦，咁又有同阿東東佢演唱會幫我做啲編曲啦。咁其實你覺得即係同人哋合作同自己做又好唔同嘅喎，係咪？滿足感喺邊度啊？嗱，我先講咗阿蟲蟲姐姐嘅部分啦。嗰個時候其實可以同佢一齊做嗰場 show， 我覺得最滿足嘅地方就係，即係當你成場 show present 出嚟嘅時候，因為我喺台上彈噶嘛，咁我彈緊嘅時候，當你成場 show present 出嚟，而台下嘅人係好中意、好滿意嘅時候咧，即係個心入邊會即係哇，我做啱咗啦，呢件事情係啱咗嘅。咁東東老師嘅演唱會咧，因為東東嘅演唱會比較特別啲嘅，我負責嘅編曲全部係快歌，係尤其是係 opening 啦，咁即係當啲快歌一起啊 ，opening 一起啊，台下嘅人即係聽到個 beat 開始咚咚咚嚟嘅時候就開始尖叫咧，哇！嗰時係 feel 到就係 yes， 就係 yes， 就係呢啲感覺啦，就係哇！跟住大家一快歌哇開始睇到佢哋印啊，好開心嘅時候啊就 feel 到呢個位置做啱咗啦。今年你嘅作品最近亦都喺即係劇集《非常日誌2》裏邊嘅主題曲I Found My Way，大家有聽到你嘅作品啦。不如同大家講下即係創作嗰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啦？同埋我一聽嘅時候，哇，正到不得了！聽到首歌同個劇集真係好夾啊啲嘢。Thank you。其實當我接到呢一個即係通知，我有機會可以寫呢隻歌嘅時候，其實我係好開心，因為由細到大即係睇住港劇長大，我都好希望有一首即係屬於自己嘅作品係即係可以喺個劇度出現。咁所以當接到呢個 job 嘅時候，我就開始同導演，即係製作組啦，佢哋去傾，即係希望係乜嘢感覺嘅。咁佢就話，因為佢係一部好勵志嘅片啦，好勵志嘅劇。咁我嗰時候一寫，其實係寫咗好多首，去交俾佢哋去揀啦。咁到最後佢哋揀咗 I Found My Way。咁其實我當下我寫緊呢首歌嘅時候，其實我係喺度諗緊，有啲乜嘢嘢係可以，即係我自己經歷過啲乜嘢嘢係令我好有動力，令我好有 energy， 即係覺得哇係一個 brand new start 嘅呢個感覺咧。其實我覺得就係所有 fans 所俾到我嘅力量，所以我就將呢個感覺寫咗入去首歌度。所以當大家即係呢首歌我覺得已經唔係單單 for 呢一個劇，其實都係一首我送俾所有支持我嘅人。因為有你哋嘅支持，我係揾到我自己應該行條路，同埋我覺得即係行呢條路幾咁辛苦，但係完全值得。溫馨的感覺，全日隨時預備，以更多熱。呢個中秋，我會為多倫多嘅加拿大中文電台演出啊！日子係9月14號，當晚我梗係會唱好多好歌啦，又有好多好嘢食，又有靚歌聽。橫跨3地，我會為新時代傳媒集團嘅聽眾唱歌演出。呢個中秋，我會去到溫哥華、多倫多同卡加利，到時見你。